梁家傑議員。主席，05年領匯上市呢，點解搞到軒然大波，而要係去到終審法院有盧少蘭訴房委會一案呢？就係因為政府喺公產私有嘅過程冇嚟到本會去尋求修改房屋條例第4(1)條之所致嘅。所以當我哋喺度討論話邊個支持邊個反對，都唔係透過本會嘅機制喺憲制之中嚟到去約束政府嘅一個咁樣嘅情況。所以呢個呢，一定要係將個歷史説清楚。本會呢，有機會去討論嘅呢一個問題呢，都係只係透過當時嘅鄭經翰議員嘅一個休會待續議案，以及剛才提及過嘅陳偉業議員喺05年嘅6月1號提出嘅一個無約束力嘅議案，要求擱置領匯上市呢，係得呢兩個機會。但係兩個機會呢，都係冇約束力嘅，主席。咁至於當時本人啦，當時嘅余若薇議員啦，同埋湯家驊議員呢，其實喺我哋3位嘅發言之中，都清楚、非常之係清晰地對於政府呢一個繞過立法會進行公產私有呢，係表達非常大嘅憂慮嘅。不過就住當時陳偉業議員嘅議案，我哋之所以投棄權票呢，就係因為我哋睇到嗰個上市嘅流程政府已經推到最後一步啦。如果喺嗰個即係最後嘅階段嚟到煞停嘅話呢，咁就事實上個公眾嘅損失可能係非常之重大嘅。咁就喺咁嘅理由之下呢，我就係棄權。不過我哋3位呢，喺我哋嘅嗰個演辭之中呢，已經係清楚嘅，將今日我哋睇到嘅一啲情況呢，已經預示喺我哋嘅發言之中。咁所以呢，公民黨呢，就不存在話曾經係支持過呢個領匯上市。嗱，主席講完呢一個公產私有繞過本會，唔去尋求修訂房屋條例4(1)條呢一筆之後呢，我必須要講一講，就係頭先張炳良局長也好，同埋本會好多之前發言嘅議員都有講到，係呢一個梁國雄嘅議案呢，就有好多問題㗎。你攞到25%呢，都唔係一定可以係改變呢一個信託所制定落嚟嘅領匯係要去牟利嘅呢一個安排。嗱，當然啦，主席閣下一定好清楚，我哋而家喺度辯論嘅只係一個無約束力嘅議案。我哋見到嘅係政府喺過去咁多年睇到領匯喺接管咗原來房委會管理嘅商場之後，造成嘅好多係不公平不便之處呢，而好似係袖手旁觀。就算連頭先有好多同事，包括我以前、而家都不斷講緊嘅，可唔可以喺房委會仍然管理嘅商場或者管理嘅屋邨，如果騰得出一啲地方喺不影響領匯嘅商戶太多嘅情況之下，係能夠有一個競爭，從而產生制衡作用呢？政府聽落去都仍然係借咗聾耳陳隻耳嘅。就算你話食環署有好多吉咗嘅，主席嗰啲公眾街市咁叫佢呢可以俾一啲尋求落腳點嘅低成本經營者嚟到去落腳呢，都冇乜嘢具體嘅措施。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就話：喂，如果你全部都冇嘢好做啦，
咁你就撥亂反正啦。我唔係話嗰個困難係冇喎，而係你冇提出其他嘅方式去處理一個咁攸關民生嘅問題呢。咁喺一個咁樣嘅議案上邊，我哋去表一個態，要求政府呢係去處理呢個問題，我覺得並不為過，亦都唔需要呢係真係去到好仔細咁樣去討論點樣嚟到去將佢操作，因為呢個其實係政府嘅問題，唔係我哋嘅問題。政府係始作俑者，係解鈴還須繫鈴嘅人，呢個就係政府啦。本會呢，其實當時係未曾係需要喺成個憲制安排上呢係諮詢我哋，同埋呢亦都冇要求我哋修改呢一個房屋條例嘅。嗱，主席講到房屋條例呢，盧少蘭訴房委會呢件案呢，就一定要大家要睇清楚啊！當時啊，李國能首席法官佢嘅判詞裏邊第35至43段呢，呢數段之中係闡述得好清晰嘅，就係話呢個4(1)條呢，令到房委會係有責任為住喺公共屋邨嘅街坊呢，係提供一啲適切合理嘅設施嘅。咁李國能大法官呢就話：係淨係俾咗領匯管理呢，唔係表示房委會必定係唔可以履行呢個法律嘅責任嘅，仲要以觀後效。嗱，如果講觀後效呢，主席而家呢個後效呢就正在係浮現之中，所以我警惕政府。如果你係冇辦法令到領匯係可以做到符合公屋居民嘅需要呢，你可能係犯法添嘅。謹此陳辭。